係我哋思考宇宙萬物嘅基礎。四季交替，物轉星移，呢一切又豈可用1秒鐘看透？大家知唔知道每年有一日喺某個地方日頭係見唔到影嘅呢？嗰日講緊嘅就係秋分。喺秋分嗰一日呢，因為太陽直照赤道，喺赤道上面嘅任何物體呢都係唔會有影嘅。除咗呢個有趣嘅現象，秋分其實仲係傳統嘅祭月節。古語有謂春祭日，秋祭月，古人都習慣咗喺秋分時節祭祀月亮。坊間有唔少品牌都會推出月亮題材嘅腕錶，但好似呢隻以豐富想像力結合詩意情懷嘅腕錶呢，就好罕有啦。佢以每個月嘅滿月名稱替代咗傳統月份嘅名稱，由霜降月至象木月，所有12個月嘅名稱呢，都刻咗喺金質錶盤上，錶圈上咁鑲嵌咗78粒頂級嘅鑽石，如璀璨星辰同月亮相映成輝，展示咗高雅嘅氣質。其實秋分喺一年入邊，日頭同埋夜晚嘅時間係一樣長嘅。呢個特點啱啱就係同呢一款 Day and Night 腕錶互相呼應。淺藍色同埋一個金色太陽圖案呢，就顯示白天；夜晚呢，則以深藍色同埋一個金色嘅月亮顯示。機芯可以根據相應嘅時間，準確咁樣設置日出同埋日落，更解決咗傳統日曆錶喺調校過程中混淆中午及凌晨12點嘅情況。同大家再分享一個鐘錶嘅小貼士啊！調校日子嗰陣時，最好先將日期調前一日，再順調時針，等錶自然跳到正確日子，咁就萬無一失啦。